大家好，我是高本，又到复习来的时间咯。讲到客家美食啊，大家一定有听过哦，人客家班呢是当有名的哦。就算啊唔系客人，冇说过人哋班呢，也一定有听过人哋客家班的名声哦。讲到一个啊，人哋今半日特别邀请到一位专门嚟做班的玉米仔，哇，佢唔单将传承妈妈传统好手艺哦，佢还加上自家的创意。帮人哋客家班的呀，变到一定的奖，一定的上认识咯，甚至于有去比赛还得名呢。哦，佢样很厉害咯！而家呢，人哋马上来欢迎佢，邀请佢来同大家分享佢样办做出来的吧。欢迎玉米姐。主持人好，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啦是你埔的张玉米，大家好。哇，欢迎玉米姐能来到我哋现场哦。看到玉米姐来到现场，我都真欢喜。做乜嘅呢？因为玉米姐来，我哋都可以知道按多好做的班呢。不过，喺介绍一条班呢，啦，喺试之前啊，先请问一下玉米姐，头头有讲到，做班呢係對媽媽開始嘅嘛？啊，媽媽嘅時節開始做班呢，佢係用班開始做班呢？佢42年前佢有做班呢。啊，因為嗰時係生意繁盛啊，佢都見做诶油村，迄个生意拿来食安尼，系啊，做啥米包迄个生意呢？因为生意呢，又可以存钱。肚皮也都经常拿一个办哦，其实因为办的是还有奶包。错啊，系啊。我估说因为卢卡可能按到生意呢嘛，啊，听说卢卡存钱啊，就选择来讲买一个班呢个好。哦，啊，妈妈买班呢买差不多一多年啦。42年哦，买42年，哦，也几久的呢？系啊。啊，妈妈本身都会做班呢。唔係佢喺甲病人吼又去做，啊做嘅幾下佢咪咪去聽書啊，聽書之後自家都會做嘅。比如講加既然係加去從事嘅，加都自家來做，安尼，比如自家做嘅自家用研發，另外一種做法安尼。哦，你去改良啦，吼，佢自家本身同人家聽書，啊有好多一個書因之後，佢自家去改良。錯，係啊。啊，你媽媽當時睇買嘅時節睇哪買啊？中央嘅從事嘛？哦，睇番嘅料哦。誒，番嘅料嘅片，算個腦背是個火爐種嘅片。火爐種，係啊。哦，啊你火爐種同客種買番嘅有乜嘅冇共用冇？火爐人佢賣東西甲個拍啦。係啊。你下出去二家買都買20塊，安尼，所以係你喺屋卡做差唔多2-3箱，都我爸爸做去現場啊，啊現場嘅下一下人都賣槍槍嘅，如果再過來，啊係我都負責喺屋卡再做安尼。哦，你現場買係你馬上過去又要做。係啊，啊因為我幾時能高中啊國中哦，係啊。啊你有切磨係冇對早晨做到按部頭嘅。係啊，佢差唔多有2年啦3年嘅時間啊咧。佢算挺老年嘅時間，真係按到吧？錯啊，按參錢人如果成買啊，好多人哦，佢唔會搶行人啦，會講當年嚟買，佢哋講參錢差唔多2-3年，成買好落病，啊當年嚟嘅可能拿一百呀。嗰種人辦些印象都地方都媽媽睇買辦咧，啊嗰種咁無限嘅時間，人全部都下去聽書安尼。係啊。啊會唔會聽？你姊妹佢哋從佢家喺度啊。係啊，佢哋佢做家啊。啊所以像春愛啊，春愛嘅方啊都聽書啊。係啊。因為人含錢，幾時含錢家？含錢家。啊結果係會家有家庭國權嘅地方，又行起人哋聽書。係啊。啊睇下新人哋聽書，會唔會講按佢按辛苦，呢擺絕對唔好做班嘅。係啊，嗰時我都講我冇家做班嘅啊，結果出個米下要想想啊，拿嚟做好嘅，米也係興趣啊。真是冇班嚟做啊，嚟講哦，本人感覺嘅私語個好啊。不過老人家以前有你講那個時節啦，有講啦，絕對唔好講下禮拜唔好做乜嘅，又係唔好加慢你。真是講嘅吼，都會做，會出從安尼。係啊，真是會安尼。不過因為說媽媽冇做班嘅時候，係唔來接觸嘛。係啊，用班唔會上來接觸一個媽媽嘅生意呢。因為啊，我媽媽也做42年嘅啦，佢啊嗰時。我接訪來嘅差唔多7-8歲嘞嘛，係啊，因為各行業嘅時節，佢都安尼
去眼睛去洗丝麦。哦，系啊，我爸爸唔判定，愈行伊讲甲规手看迄个生意蛮要接风来安尼。我我想讲甲好，甲我来接安尼，愈安尼接到近家，接个19年嘞，即个做安尼。因为在头头有讲，妈妈会不会去啥去到洗丝麦，对虫子去到洗丝嘅你买？万岁嘅下啦。万岁就有诶。佢说以前头下时间头烦得了，然后会不会过严一些的都去啥诶？先前唔係太熱嘅下，我媽媽、我爸爸都會再去。我冇普通時發都係唔卡做啊，嗰陣我媽媽都去腳下查。去快了。因為總統人民意健康啊，民意健康都說是講野人都係買辦嘅，家下辦我有時嘅話都會跟你差唔多去經過時間係一度點，一度固定係個接一點。米下有天花，佢都天花聯絡嘅啊。我忙都打天花咧。你媽媽對頭下做班呢，都會不會也自從有印象講媽媽有同人講有時間做班呢遇到乜嘅挫折，也係人下會同佢講乜嘅冇？有啦，都像好多年前嘅都係嗰種送嘅粿板啊。送粿板，用隻粿嘅。松頭嘅粿板安尼，地板係包米芽。米芽哦，糯米啊，下面糯米包喺地板啊，真是的喲，叫好容易食咧，你行年過少啦，你行年家發條嘅鳳條啊你。我印象講人以前喺中度嘅地方看人家做班嘅啦，又係這個買來食咧，我行年嘅班咧都真簡單啊，迄個粿板嘛，吼粿嘅粗莧啊，地板就包喺條嘅啦，鳳條嗰度。我第一擺糖果地板包個麵呢，做個鬆條嘅粿板。冇乜費事啦。更加還有做嗎？隔個少。係啊，有人要求能會做。而咪佢地板包個飯條糊啊。還用包飯條糊？係啊。真是真係好嚟香香啊，安尼啊。下擺吼，有咪真可以做一擺，跟住上過來去嘛。真係咩呢？冇糖果又冇試過呢。你有咪真過來吼？萬歲看媽媽做班呢，做到台嘛，過來了接觸之後，都自家都可以上陣來買嘛。冇啦，唔係體勢唔好得，唔好重新再學習啊。而咪佢有一個角度啊，做班的有一個角度。唔係體勢吼唔好得，媽媽教兩邊。都寄放來嘅下都好嚟做，媽媽個性改好，要唔忙。唔可以像有嘅教師傅吼，教到後尾都講，實在教唔會，我都唔教嘅，唔會安尼啦吼。唔會。媽媽都一邊安尼教，教俾都教俾妹，安尼，我都傳承下來，安尼。媽媽見有乜嘅理念啊，也係講觀念吼，講佢做班呢一定可以做安尼嘅方式，有乜嘅堅持冇？比如講唔好加防腐劑，唔好加油嘅冇嘅，像出個鳳條嘅都唔好加油。因為市面上加攏加油啊，對身體有負擔啊。係你冇加好，都從頭到尾都冇油下伊，個米糊加下伊，係因為米糊係用米下伊用嘅，所以佢對身體係好嘅。嘅鳳梨米。媽媽嘅堅持係講，我哋絕對唔好加防腐劑，唔好加化學嘅東西，用健康嘅東西俾大家來食，大家食得健康。即係都係媽媽嘅理念，更加呢也幫佢傳承到嘅。係啊，我更加幫佢秉持安尼理念，安尼做俾大家認識啦。因為我加意識，別人可以食啦，別人加意識啦。因為我嘅東西我都唔敢食咧。陪你用港式的咯，真是，還有的人都沒安尼。所以我換位思想啊。有的嘅店面吼，就講這個也沒生自家食的，大部分都買本人的嘛。其中可能都面到安尼講，我店面的東西，我都玩意的東西，安尼我穿過到。唔玩呢？係啊，真是以前的人做東西要老實啦，你剩嘅東西以後都抵啦，尤其係安尼老顧客啦，你一擺品質有加差哦。佢都啲嘅，我同講係咧。頭擺年同其他年做生意，真是冇馬強用。以前咧，頭擺年佢老實啦，係啊，佢老實。像加防腐劑嗬，佢嘅辦嘅一禮拜嗬，攏係樣咧。
按叫一礼拜，一礼拜拢去尿呢哦。所以你说的会讲吗？你出来都唔讲说的，别人用讲说的咯，懂吗？真是。按正常系咧办的哈，差不多1日半都一天温啊。这个会变硬，冇用平常地步一天温硬。错，一天温硬。哦。系啊，因为放进菜呀。按稀炖的要快些，所以你就打开来嘛。打开来，你给按你放进菜。如蛋糕都硬起来，你再一整的话变成讲蛋糕不是硬的，像带下尿嘞。哦，迄按的哦，不是可以对按的来判别是讲，有加嘛个东西嘛？哎呀，错啊。哦，按的有咩子？这个买接受听说妈妈买啊个班的接受这个来买之后，迄算加年还是加年之前接受的啊？我迄加年之后，加一米补诶。加过去之后，如果假使妈妈也个生理啦，假使也个数年的时间，卢卡先生今日我有同乜个意見冇？冇意見啦，因為先前還是做護士啊，因為做護士，拜六禮拜又唔可以了，係你先生是公務人員，禮拜六禮拜攏了啊，變成講你即係冇脾氣嘅話，上面。過意不去啊！係啊，我哋想講家，安尼好，我哋接下來，反正做一做成的嘛，下次都可以喺屋企打所有嘅冇啊。照顧屋企。係啊，照顧屋企，跟我哋感情又耐啦。最近身體冇蠻好啊。嗰所以也係咁樣啦，都有嘅照顧佢，都有嘅生理，都好都。顧會到生屋企，也顧會到這個一個荷包。按你先生會同聽數嗎？會啊。給閒的時間。包裝師啊，佢會唔會同出某個主意講，要研究某個？會哦。係啊。佢像個文工班都係佢家啊。研發啦。有新的創意，也傾向先生會同傾下。按你個好呢，因為有的時間人家講家的愛做生意，結果盧卡你冇同佢支持，變做家的這個挺辛苦，像一個人在做。佢個支持我。按你個好。你啊，我有一份工作啦，按喺上喺屋企了不是辦法啦。按你嘟好，兩個人可以傾下來打標。係啊。觀眾朋友，聽嘅有咩嘢分享，係咪伴大家情感通呢？用公婆傾下來打標哦。不過等下呢，還有更多精彩好聽嘅故事同好食嘅班呢，等等大家哦。休息一下，我哋馬上過來。雖然講前面有咪在介紹講為咗要傳承媽媽嘅事業同媽媽嘅堅持，同嗰本愛情感通。不過觀眾朋友同嗰本也係傾向最重要嘅，還係講按照相認識的班呢，到底面試係用未吧？可能今家呢，馬上嚟有請有咪在同人哋紹介下身上嘅吃喝拉先咯。有咪在？安尼可能今家都嚟吃喝拉先一條班呢，好冇？好啊。頭到下有咪在我就聽到人講嘅咧文工班，人家第一擺聽講咧，但係文工班啊？文工班都係紅色嘅啊。中間嘅模樣嘅。有個種模嘅樣樣嘅文工班啊。觀眾朋友，有個就係文工班，看一下幾愛線嘅，紅色的像模嘅，真是係模嘅線嚟啊。係啊。真的啊！做乜嘅按到文工班？一般的人看如果像模式啦。我啲嘅模式一件一件安尼，真是像模式也有像啦嘿。地板包嘛嘅東西。地板包紅頭嘅，本意個好啊，安尼。嘢考試攏愛實業班嘅。是拜呀嘅班嚟，佢嘅沒有紅拜呀嘅班。韓語講嘅就拜呀，求取功名啊。按你 TPV 度嘅考試，按你做出來嘅嘛？係啊。做乜嘅我想到講用藥嘅線咧？因為佢按你搭配上來如果像模嘅，係啊。有一啲意象喺底部。滾模嘅意思啦。因為佢底部有金榜題名，嗰類步步高升，用嘅使用安尼。係啊。前面有咪真有講到，有個文工班啊，其實算。同先生傾下做出來、想出來嘅嘛。係用辦去討論講，我來做一個呢。
无其即个愈上会加下油无，啊，计是你不用所谓主任秘书啊，佮愈很爱去，如讲甲伊吼，因为含预计而来诶，差不多要开始诶，很爱讲实际伊中班诶，可以应付伊考试嘅地位安尼。哦，所以咱有伊文工班。哦，TPV 都安尼能想出来，也顺晒介绍讲咱的传统汉语一个文化。哦，哇，请等一下，请神奇呢。安尼啊，接下来还有哪条班呢可以介绍啊？哦，给9层高。哦，9层高，有一个一层一层的嘛。走。哦，安尼有名的哦。还有名的哦。红彩浮尘。个 logo 哦，算笔画哟。哦，安厉害！红彩浮尘，系去黑眼人嘅彩虹嘅红。哦，一层2层的层，要去按照色神很用版做出来呀。也拢系天然食材。哦。然后红色的愈迄个呢甜菜根。等一下，你看青球呢？观众朋友，嗰度喺圆圆，唔咩呢？有去扮嘅青球呢？有種嘅頭擺嘅呢阿婆粿啊。哦。係啊。試看下先啊，因為真繼續介紹啊。以前都係甜菜根，啊，過來都薑黃，啊，過來蝶豆花，過來可可，啊，有時份嘅艾草誒，哦，啊，後末都嘅抹茶。哦，真是，我頭頭睇試的時間啊，甜菜根可能冇乜嘅面絲，不過我有試到嘅可可。然後想過，奇怪，一地本上有個可可的面絲，真是有可可呢。然後第二層一個，顏色各層咩，係都係可可。啊，第一層係甜菜根粉嘛。啊，當個嘅橙色的，就係頭頭有講蝶豆花。哦，唔過蝶豆花可能冇讀到嘅其他顏色嘅就筍呢，都唔會變色，因為我記得有時隻蝶豆花讀到嘅筍呢，佢就會變顏色。像薄板吼，薄板佢係讀到安尼花酵的東西有冇？佢會變色咧，佢會變一種深藍色，比這個還深。也個看好了，但將好色，看好了也清醬呢。哇，觀眾朋友有機會吧？可以來試看下先哦，真是怪好色又怪醬哦。應該人對食安過重要的啦。那個甜點呢，沒用嘅色素種出來，真是可以。完全沒有。好的品種看下先。安尼接下來呢，還有哪條可以試呢？拍條果吧。哦。橙色的也給我哋。橙色的係。因為講人哋講捏板嘛，吼。捏板係。哇，以前阿婆做的最好做的，人最好食的就會也嘅。拍條果。啊，人家吼有拍條公甲個細嘅啦，大家用椰醋嘅方釋放來吼可以起風啊，可以辟邪，所以其他個多年咯，個好食安尼東西，係啊，咁啊是都好食麼咯？有阿婆嘅面絲，觀眾朋友可以看一下哦，你看。一地不要爆麥嘅啊，有咩啫？蝦米、蘿蔔角、蘿蔔絲，啊，嗰度蟲咧。蟲咧，有咩啫？一個真是就像我阿婆做嘅面絲咁樣咧。啊，頭頭行前試嘅時間，我貼喺我拿紅來嚟看下，譬如下嗰位，有失敗，他們嘅搶做嗰啲椰嘅面絲嘛。係啊，椰嘅面絲，又可以起風，又可以辟邪。所以而家年輕好食。係啊，因為有嘅吼，我試過跟椰板有冇？睇咧吼，佢拿紅來，睇咧感覺過油，因為佢很講講鹽燉有冇？佢冇千度嘅油喺當個啊，睇紅來吼，當個都係個油嘅面絲，係見唔到嘛？嘅很多椰嘅面絲，係啊，真是椰你有卡旁邊種嘅，冇啥藥嘅冇乜嘅，係啊，食紅來又健康，又唔是鹹，哦。你半年種咧，家家攏有啥藥嘅啦，係啊。啊，你平常時都用有個捏板會嗎？有啊。哦。係啊。你怪好食呢，等一下留下來，等下繼續來食。下來喏，下來還有乜嘅佢？有個係乜嘅？鹹米糕。哦，鹹嘅嘅油飯。係我哋講嘅油飯啊。係啊，鹹油飯。哦，啊你有個看看人個貼嘅，當個我看到個太雜嘅係鹹米嘛，用按太雜咯。
东港的樱花虾。樱花虾。哇，按高级无？啊，除了个咸面之外，樱花虾之外，还有嘛个样啊？看到还有牛啦，啊，过来个鱿鱼，香菇。哦。过来虾米。过来葱诶，葱条安尼。啊，也个平常时也有诶嘛，还去配会做。有啊，啊，有时迄人买嘢咧，给下我听。哦，啊，平常买嘢都按太开咧。冇，用盒的用。哦，系啊，用盒的装好来。啊，大家都会买，平常都会买那个油粉，贵一路卡是嘛？会啊，会吼。我做出来你会买，系啊。哦，那种秒杀。秒杀哦，安尼他。那你一天等下我来送看下先。啊，除了一个饭馆之外，还有看到其他两三种，可以一一同大家来收给啊嘛。有甜的。甜的哦，给吗？甜的。诶，给。甜的米糕。哦。系啊。我咱讲的米糕嗰种。头摆米糕是清一色，如讲哦，像给糯米，给糯米啊，边给牛年糕。系啊。系啊。啊，近刚我就对伊编发，当过疯疯抢抢的迄嘛个东西啊！迄小时候的记忆，小时候的糖果啊，迄糖的哦。对啊，给糖果啊。迄糖的，如果直接安尼冰上去也做得咯。可以啊，这样搭配起来哈，有一种口感。哦，因为头先我看到我都见面都讲。伊佢又唔像牛年個，啊佢講糖嘅又然安尼冰糖嘅嘅蛋糕嘛，安尼食好了會唔會怪怪喏？唔係，唔過看好嚟清醬，係哦，清像人講嘅寶石香啊，隻蛋糕安尼。係啊係啊。哦。啊，嗰個嘅乜嘅啊？嘅蛋糕係嘅呢鳳爪。鳳爪哦，還有鳳爪。邊嘅番薯誒？還有冰番薯誒啊？哎呦，真少糖多講地杯有冰番薯誒呢。佢食落要佢。都有口感哦。哦，做乜嘅當時會想到講，冰有個糖嘅地杯，有個創意青少年啲。係啊，因為啊，嘅夜白嘅喜事嘅綜藝池上面有跳蛋風飯。哦，開蛋風飯咧，係六對園區嘅片嘛。六對園區嘅，今日都擺通嚟做。哦，我係想講，唔單單安尼，本日看到都冇乜嘅稀奇啊。我都同伊加呢個出嘅元素都加伊。我發覺飯不炒，真是呢，唔但像傳統哦，人哋做一啲偏法，有新嘅感覺呢。係啊係啊，像人結婚呢，係哋都用嘅鏈子。哦。有嗰方面。好嘅意象。啊，創業嘅真是也幾好啊！人哋過年嘅時節，創業都可以擺下嘅。哦。係啊係啊。真講俾我哋做工嘅神州腔，哦，大家看到一啲親氣氛。啊，還有咧喏，還有咧，我看到有鬼板同嘅。鬼板那邊嘅鬼板也係成定班嘅一種啦。哦。係啊。就從嚟順後也嘅嘛。啊，唔過佢我看方嚟比較方嚟，我用嘅製作單位按奇怪喏，你看大家看。製作單位本來按4塊，啊，這片冰來按太塊，欺負人。因為見家人吼，人口過少誒，啊，所以見我要盡量做過細，啊，人接受度又過好安尼。哦。因為過太快吼，大家庭買3塊，你又實唔係，又變啊變上好。然後啊，那個過到講誒。製作單位欺負我講平常時實體到更加本來個4塊啊吼。對啦。大家看一下，也個個4塊迷你版嘅成人版底部包係乜嘅？鳳頭嘅呢，包了10度哦。哦，人哋嚟上下咱先給阿咪先好。佢吼設計鳳頭嘅吼，布嘅熱氣。哦。安尼唔好炒，啊，食落一個球。也唔會先甜呢吼，也個食風嚟嘟嘟吼。做一般嘅都唔會過甜。觀眾朋友，也個可以試看下先哦。我講講，啲班嘅地杯哦，食到太多熱量嘅，也個唔怕，因為吃下去有鳳頭嘅香味，但唔會過甜呢。真的可以試看下先，而且以後又唔會過太，唔是講講以下嘅事吼，一定會食過太嘅吼長時間嘅，唔會呢。你生意嚟食嘟嘟好啦。細嘅生意嚟食啦，也個唔會有負擔，也個好啦吼。係啊。觀眾朋友，食到鴉片哦，食材有18感覺個飽嘅呢，不過還有更多好食的好糖嘅故事啊！等一下休息一下，馬上過來，大家先來試一杯茶，休息一下，我哋馬上過來喲。
前面说到按到好色的班呢，更加有关班呢，还有哪条故事呢？我们继续来听玉米姐的分享咯。玉米姐头头介绍的按到好色，你这个做会班呢？哦，这才真好色。等一下呢，我就同制作单位讲，我全部打包带走。不过除了班的好色之外啊，玉米姐你这个还唔系还遇到一条班呢？有去参加发通，头头有讲嘛，开堂风范嗰度，还有发通，有去参加比赛冇？有啊有啊，系尼普大班节，体育嘅，哦，系啊，有去参加嘅比赛啊？有啊有啊，嘅比赛结果呢？结果得到第一名。唔好講出嚟啊！咪要參加比賽，結果比賽結果冇，第一名呢？嗰時就做喺乜嘅班呢？得到第一名。如做嘅冇安尼冇藍色冇化學。哦，如係伊個天空刺眼嘅嗰種班呢？天然嘅啦。係鬼班嘛？行係？咩，如班呢係用嘅其他東西像。紫心地瓜啦，有诶，反正七種顏色啦，有芝麻嘅台灣咧，反正用天然咧，因為糖紅係過天空咧，伊咪幾時我也有包裝，較緊要攏冇包裝，所以夜擺都愛得安尼。證明講，人家嘅想法比其他人來講，個創新又個注意個用心，注意到嘅除了好是天空之外，還會有包裝有個部分嘛，吼。底杯吼，有同朋友模一樣，還有同個火龍年的元素拿了喲。哦，火龍年的元素，係乜嘅啊？有個糯米啊。哦，原來係糯米，這是除了糯米之外，像火龍年同杏仁，還有那條木樣樣的部分嘛？火龍年佢哋家攏做縫的嗰度，全部縫的。對。你杏仁如果做個兩頭拍，像個龜板啊，新燈板啊，除了按呢，其實有一時間做班呢啦，有特別要注意的地方嘛。凡是如冇做啊，太複雜的東西安尼，因為有的東西哈，也東西不見得講同另外一個東西特別可以結合啊。係啊。哦，即雖然講可以創新，不過還可以先研究一下，既然用嘅架空嚟，會唔會有木樣樣嘅意思喺地方，也係講好唔好食？頭先有問到講到鴉片嘅，就問到我有看過嘅薄板啊，以前有做嘅有拍攝嘅薄板，還有嘅黃黃嘅薄板，有嘅差別係哪呀？係你一般佢假如都唔好拍攝嘅啦，都加嘅二砂後佢嘅顏色呈現嘅嗰個款。哦，都黃黃安尼，比較吉利啦。大家會想講，黑色嘅話，講冇嘅，唔過黃色咧，大家會想講有個黃金，有一個存錢嘅意思，大家個好安尼。原來係安尼，唔過我係有看到白色同黃色嘅有個差別啊。小米姐，你自家睇規劃廠條到室內的班嘅人，有加上可啦，嘅蝶豆花嘅度，算係咧創新嘅食材。你自家平常時就有睇研究有個夢，會想到講，我加上一種新嘅木樣嘅食材。係啊，我有時會買雜誌來看啊。係啊，要做同模一樣嘅，墨嘅東西比墨嘅更明顯。一般嘅學生嘅。年輕人要介意食嘢東西冇安尼。你做出來一條新嘅同傳統嘅嚟比較一下講，新嘅同傳統嘅比方嚟，最大嘅目標用嘅有哪條地方啊？就以前都更加可能辦事的偏法，自家看方嚟。其實大同小異啦。但是我比你視覺上啊，感覺講一種東西，呈現出來你介意什麼？按頭擺是家老人家食，後生嘅那又是一種東西咯。擺啊擺都看下順後，你都唔會食的呀。係啊，假如你見面買一種模一樣嘅東西，生意講野馬東西，如果好奇會拿嚟食啊。係啊，睇咧偏法嚟講，更加可能會先有吸引到人哋年輕人嘅目光，再來講符合更加健康嘅潮流，最重要嘅基本係講無加防腐劑，也係基本嘅嘛。再來講，像有面正頭都做一個班嘅迷你嘅，如果像人哋更加講嘅，有啲更加認識咧係食巧，
免是给包的。哦，都偏发都安尼嘛，因为我记得讲以前啊，给搞的啦，好像讲哦，今日那个阿姨么皮啊都撞啊喷喷，也係講個道意思。我想講以前可能喺大家農業時代嘅時節，可能講冇乜嘅東西好食，難得做入的哦，做得本大家可以吃飽了啊，近家人可能都冇法都好食安尼吧。近家人重質不重量，係啊，東西要做到食材，然後會繼續同買。講到買嘅部分，因為真有想過大家同買有那條客群。雖然呢，年輕人嗰度行係講好老年嗰度有種差別嘛。一般愈豐盛愈較好老年係買嗰度啦。行人吼愈較佢唔好食安尼色素豐盛的啦。除了安尼，這個明白睇研究一個新嘅東西嘅時節，可以先本大家試試嘛。我會先做出去，本人本個別人啥先生，我來買東西嘅人下，試看先。講口感好無？我口無安尼，米絲有重無？講有合嘅話，我都繼續做。做新嘅模樣安尼。你做譬如講做一個頭講嘅要採訪嘅九成果，一個做一道拜都成功啊！應該有個冇簡單嘛，因為一層一層。我做嘅錢多，材料攏多份。多係咯，咩這個事都講到。因為有啲會睇藥，你都冇法度成型啊。我有耐心啊，因為佢一層一層哦，9層呢。佢說可以一層縮嘅這樣一層嗎？係啊。從開攏縮嘅給他，你要再等從開再綜合縮安尼。你做到好差唔多會久啊？3點鐘，我3點鐘。其他睇嘅等頓佢做到好3點鐘。錯。哇！因為中間吼，幾多繁瑣嘅事情啊。也算心肺功夫。你用啦，唔來整之前要拉。係啊，冇用嘅話變佢嘅醬啊，攏係大下，唔整好來都硬嘅。就冇用。你發現客家米食文化除了辦呢地區，除了辦呢啦米糕，還有那條係算人客家傳統嘅米食啊。種嘅啊。種嘅有辦嘅條。你也有做嗎？有啊。既然做唔做有共用係傳統嘅嘛，還係有冇共用嘅偏方呢？冇用嘅，因為一般係行業係用水煮嘅嘛。係釀整嘅。釀整這家用整嘅。你會熟嗎？會。而家吼整誒差唔多2年咯，喺攞杯空2年啦3年唔會壞。如果你釀整好來，係啊，佢可以喺攞杯空2、3年咯，唔會壞掉哦。你可以用按神奇嘅事情就可以。佢拉縮。入面係用讀種係讀過現啊。哇，有咩事？你有個種係可以保存到按久，其他像辦嘅啦、米糕也可以不用按久嗎？還係有特別保存的方式啦？一般的辦的吼，你一定要送冷凍庫。唔送冷凍庫唔係都變硬下？係啊，錯啊。但是唔拿下來整，過夾整。你變啊係天一層吼，佢皮會硬硬。皮會硬硬哦，真唔會熟哦。是的。因為整蛋糕不會硬嘅。同佢哋脆豆腐係一樣嘅意思。佢說以前冇變啊係冷藏，變啊係蛋糕嘅冷凍庫。如果你隨時想要食，都拿出來整。整就整好嘅，都像平常安尼講買到安尼。係啊。觀眾朋友有記得冇？記好來哦。有個辦嘅買過來，我新鮮是除了之外呢，我保存，可能我變啊係冷凍哦，唔係變啊係冷藏庫地位哦。我幾百糖都有嘅呢。除了安尼，還有其他嘅保存嘅方式冇？個冷凍吼可以變半張年。像辦嘅吼，喺半張年過後，佢會裂開來。係啊，變米絲冇食嘅呀。佢都會食個冰箱米啊。係啊。個油飯嗰條有油嘅東西，唔係變過久嘅話，會有個呢油耗味啊。為到健康，還係盡早可以食。講啊，都市方係最簡單。你有冇在作為按到好食的辦呢？你擺未來還有乜嘅規劃嗎？我想講
而同伊包装过酱啊。因为更加因为用已经有按到按好势的嘛，吼，办咧，更加会朝个包装方面就去努力咧，吼。系啊，做啊。安尼唔单止以后有好势的办咧，也可以看到新酱的包装，可以甚至于讲，俺哋来做一个礼盒送礼，错冇？错。安尼汉办研究出来的时候，要同大家讲咧，咱讲，俺哋朋友来的时候，同大家稍微讲，俺哋客家文化地位，美食的文化尤其系。一個辦事，哇！你看按獎可以送人客啦，同大家來紹介下。特別係人哋6隊，特別你不會講有嘅文工辦錯喎。錯。哇！有唔知？假如呢人哋6隊嘅辦事文化可能同大家上網來研究發揚嘅嗬。謝謝，係啊，係啊，繼續啦。你下一拜要同大家聯絡，去哪請人啊？就擺單嘛，係有嘅店面。普通時哈，都係西施中醫祠隔壁嘅。如果喺中醫祠嘅對面都可以請到嘅嘛？隔壁。呢個都可以請到嘅。係啊。哇，觀眾朋友，今日啊，多謝用你這帶來按到按好食的班呢，同按精彩嘅故事，本國母愛啊，同嘅貴感通也是得貴寶哦。最重要嘅，也希望大家來到我哋6隊來聊聊嘅時間，可以請用你這同佢哋支持一下，也希望用你這繼續同我哋6隊嘅客家美食繼續發揚光大。什麼用你這？多謝我今日按精彩故事。多謝主持人啊，多謝觀眾。好哦，安尼食得飽誒，今日呢繼續停頓欣賞來運動一下，消化一下吧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為好好運動嘅時間了哦。我係永平，今日先上來教大家拉丁有氧。拉丁有氧呢，節奏性快，好，那個個腳哦，那將大家放起來，同先生同下來運動嘅哦。準備好嘅嗎？準備好嘅哈，來開始嘅哦，加油哦！開始來讓步，做一點暖身哦。身體放鬆，我搖嘅停頓搖，腳打開來，把你的身體熱起來哦。打開來，打開來。前面行，右背，加鬆抬腳哦。踏並步不矮，用嚟踏並步，你數自然擺動就可以哦。好了，運動了也會。也會改咧，不然嘅動作，彎片，帶動你的臀部、髖關節，彎片，然後吸肩哦，彎片啦，加上沒數哦。彎片啦，好前點哦，前點，
参观不会顶出去哦。前面行是可以行，右背，前面是步，右背来，停上來啊！嗬，嚟加松樹嘅哦。啊，準備喺前面，樹打開來開門，喂嘛，第一個肚子前面打開來，好，開始來，1、2、3、4，再帶來1、2、3、4。唔是按上面咯，第一個肚子前面就可以。連續來哦，前，來加動作嘅哦，2、3、4，上面跳，好，看開，上面第一個行，起跳，好，由上去打開來，上面跳。拜拜哦！第一個動作，到第二個動作，上面跳，再帶來前面，然後來，加一個看哦。上面跳，撈兩拳呢，沒有嘅停嘅停步撈一個兩拳呢，撈兩擺哦。繼續，慢慢地停哦。好，第前面的開始來，要上來。兩擺1、2，準備1、2，好，男生的1、腳抬起來，好，1、2，腳抬起來哦。好，第二個動作哦。撈兩擺，跳飛。1、2、3、4，撈兩擺呢。前面做拍，跳飛走。好，準備來哦。跳飛。可以嗎？來緩和一下，繼續，跳飛，繼續，好，肩膀不矮，彎偏哦。盡量的跟跳來壓低，會放動的大腿跟小腿肌肉。好，彎偏。等下呢，成跳喲。前面開始跳。
要飞。很爽快吗？还能欣赏风开跳哦。前面开始来。你记得吗？欣赏交通作的哦。1、2，跳跳跳，慢慢的，出来，go go go，可以吗？加个，go go go，記得了冇？等下順天嘅動作，做入拜嘅動作，加空來哦。2、1，開始。右隊。我这些动作呢，再复习一下哦。Next， 2，穿衣机，好，慢些穿衣机，这是最美哦。嘻嘻，好不好呀吗？小嘻，今天动作好不好呀吗？慢慢的很欣赏互相练习咯。你要记得健康俺们的好好运动，好好运动俺们下次咱来聊。